出錯一個都冇，絕對到好一個木偶學人去踏步，將人厭惡做最好，一生會追逐到完成全部，劃一線路，自我放心嘅關架式都有路線圖，會做到周身筋，對着信號會照做，一同一做就是正常，跟治療輸出都是幻想，還是抱怨混人加速轉向，自傳過來越發式表現誇張，力量變重量，力女當漂亮，特異的音量要鏗鏘靠個空窗。美麗目光自住群絲中自亂挑戰，有病向前中醫，結法上無法救治，小小中失控心表示，緊張一個失數而沒意義，自認真出事晚近離世日子，無路空光近是懷疑原來故事，無路盡是。